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，从事眼科临床工作已经有25年了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可能会让很多人吓一跳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正在让你的视力加速退化，而且这不是老化的错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坏习惯造成的。在我的诊间里，经常有50多岁、60多岁的朋友来找我，他们都说：医师，我最近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是不是老花眼更严重了？但是当我仔细检查后发现，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单纯的老化问题，而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正在无声无息地伤害我们的眼睛。你可能想问，到底是哪些习惯这么可怕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4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坏习惯。我相信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一定会发现自己至少中了其中几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你简单有效的改善方法，让你在家就能开始保护自己的视力。请不要以为视力退化是必然的。研究显示，60%的视力问题其实是可以预防的。所以今天的内容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完。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就打0。影片看到最后，你会知道自己中了几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第一个坏习惯就是滑手机、看电视的时候不眨眼，或者眨眼次数大幅减少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当你专心看手机或电视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是不是会瞪得很大，而且很少眨眼？这个问题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分钟会眨眼15到20次，但是当我们盯着荧幕看的时候，眨眼次数会下降60%。为什么这么危险？因为眨眼就像是眼睛的清洁工，每次眨眼都会把泪水平均分布在眼球表面，保持眼睛湿润和清洁。当你不眨眼的时候，泪水会快速蒸发，眼球表面变得前燥，这就是前眼症的开始。前眼症的症状包括视线模糊、眼睛刺痛、怕光、感觉眼里有沙子。如果长期不改善，角膜可能会受损，影响视力。根据台湾眼科医学会2024年6月的报告，现在前眼症的患者越来越多，而且年龄层越来越低，主要原因就是过度使用3C 产品。那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记住20年20月20日法则，每使用3C 产品20分钟，就要看向20英尺，大约6公尺以外的地方，持续20秒。同时要记得主动眨眼，你可以每隔几分钟就有意识更多眨几次眼。另外，调整萤幕亮度和对比度也很重要，不要让萤幕太亮或太暗，要配合环境光线调整。这些小改变看起来简单，但对保护眼睛非常有效。第二个坏习惯是在灯光昏暗的环境下阅读或使用手机。很多朋友习惯晚上关了大灯，只留一盏小灯看书，或者躺在床上关了灯滑手机。还有人喜欢在厕所里滑手机，光线通常都不太够。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行为，其实正在慢慢伤害你的眼睛。当光线不足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为了看清楚东西，会不断地调节焦距，眼部肌肉会过度工作，长期下来就会造成眼睛疲劳、酸痛，甚至视力模糊。我有一个病人，58岁的李阿姨，她很爱看小说，经常在床头灯下一看就是2-3个小时。后来她发现看近的东西越来越吃力，远的也不清楚。来检查才发现，是因为长期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用眼，造成眼部肌肉疲劳和调节能力下降。
根据中华民国眼科医学会的建议，阅读时的照明应该达到300流明以上，而且光线要均匀，不能只照亮书本而忽略周围环境。那该怎么改善？第一，阅读或工作时要确保有足够的照明，不要只靠一盏小灯。第二，使用手机时要开启自动亮度调节功能，或者手动调整到适合的亮度。第三，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使用手机，至少要有一些背景光线。记住，你的眼睛不是猫头鹰，没办法在黑暗中正常工作，给眼睛足够的光线，它们才能为你服务更久。第三个坏习惯是出门不戴太阳眼镜保护眼睛。很多人以为只有在大太阳底下才需要戴太阳眼镜，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。紫外线无所不在，即使是阴天或冬天，紫外线依然会伤害我们的眼睛。而且这个种伤害是累积性的，就像存钱一样，每天一点点，最后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包括加速水晶体老化、增加白内障风险、伤害是网膜黄斑部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伤害通常没有立即的症状，等到你发现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太晚了。我有一个病人，62岁的王叔叔，年轻时在建筑工地工作，经常在大太阳下工作，但从不戴太阳眼镜。结果50多岁就开始出现白内障，比一般人提早了差不多5年。他常常后悔地说，早知道就该戴太阳眼镜，现在看什么都雾雾的。根据卫生福利部2024年的资料，台湾的紫外线指数经常达到危险等级，特别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，长期暴露在强烈紫外线下，会大幅增加眼疾风险。该怎么保护眼睛？第一，选择有 UV400 标示的太阳眼镜，这表示可以阻挡99%以上的紫外线。第二，即使不是大晴天也要戴，特别是在海边、雪地或高山等紫外线反射强烈的地方。第三，搭配帽子一起使用效果更好。不要等到眼睛受伤了才后悔，从今天开始就要好好保护你的眼睛。一副好的太阳眼镜就是你眼睛最好的朋友。第四个坏习惯是乱点眼药水和买错保健品。很多朋友眼睛一不舒服，就会到药局买眼药水来点，或者听朋友推荐买一些护眼保健品。这种做法看起来很积极，但其实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。市面上很多不需要处方的眼药水含有类固醇或血管收缩剂等成分，短期使用可能会让眼睛感觉舒服一些，但长期使用可能会伤害角膜，提高眼压，甚至导致青光眼。更糟糕的是，有些人会产生依赖性，不点就觉得眼睛不舒服。至于保健品，市面上护眼产品琳琅满目，叶黄素、花青素、DHA 等等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相同的营养补充。如果不了解自己的状况就乱买，不只浪费钱，有时候还可能与其他药物产生交互作用。我有一个病人，60岁的陈太太，因为眼睛前色，就自己买了好几种眼药水轮流点，还吃了3、4种不同的护眼保健品，结果眼睛越来越不舒服，来检查才发现眼压偏高，而且角膜也有轻微发炎。根据卫生福利部用药安全中心2024年6月的提醒，任何药物都应该在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，包括看似无害的眼药水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第一，眼睛有任何不适，应该先找眼科医师检查，了解真正的原因。第二，使用任何眼药水之前，都要详细阅读说明书，注意成分和使用期限。第三，保健品的选择最好咨询医师或营养师，根据个人状况来决定。记住，专业的建议永远比道听途说来得可靠。你的眼睛值得最好的照顾。
除了改掉刚才提到的4个坏习惯，我还要教大家3个简单的方法，每天只要几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更健康。第一件事，热敷眼睛3分钟，你可以用温热的毛巾，或者买专门的蒸汽眼罩，每天睡前热敷双眼3到5分钟。热敷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，帮助泪腺分泌，减缓前眼症状。很多病人试过后都说效果很好，眼睛会感觉比较舒服。第二件事，每天早上或傍晚晒太阳15分钟，但千万不要在正午时分，适度的阳光照射能够刺激视网膜产生多巴胺，这对预防近视和维持眼睛健康很重要。特别是户外活动，不只对眼睛好，对整体健康也有帮助。你可以选择散步、做运动，或者只是坐在阳台上享受温和的阳光。第3件事，每周吃2次深海鱼，补充 Omega-3 脂肪酸，像是鲑鱼、蒸鱼、秋刀鱼都很好。Omega-3 对眼睛来说是很重要的营养素，能够减少发炎，保护视网膜，还能改善前眼症状。如果不喜欢吃鱼，也可以考虑高品质的鱼油补充品，但记得要选择有品牌保证的产品。这3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坚持做下去，效果会让你惊喜。它们能够减少前眼症，延缓白内障发生，稳定眼压，让你的眼睛保持在最佳状态。我经常跟病人说，保护眼睛不需要花大钱买昂贵的产品，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这3个方法加上改掉之前提到的坏习惯，就是最好的护眼方案。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纯试看，相信你很快就会感受到不同。最后，我要破解一个很多人都有的错误观念：老了视力就会变差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这个想法是错的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，60%的视力退化其实是可以预防的。大部分的视力问题不是因为年龄，而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。确实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眼睛会有一些自然的变化，像是水晶体弹性降低，导致老花眼。但是严重的视力退化、白内障、黄斑部病变等等，很多时候都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。我在临床上看过很多70、80岁的长辈视力依然保持得很好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从年轻时就很注重眼睛保健。相反地，也有很多40、50岁的人视力就开始明显退化，原因往往是长期的坏习惯累积。所以不要再用年龄当忌口了，今天开始改变，就能守住你未来10年的清晰视力。记住我今天分享的内容，避免4个坏习惯，加上3个护眼好方法，你的眼睛绝对可以比同龄人更健康。年龄不是视力的敌人，坏习惯才是。从现在开始爱护你的眼睛，永远不会太晚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刚才提到的4个坏习惯，你中了几个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。1代表中了1个习惯，2代表2个，3代表3个，4代表4个，都中了。我很想知道大家的情况，这样我可以在之后的影片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特别是那些经常使用手机、平板的长辈，大家一起保护眼睛，看得更久，生活品质才会更好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。下次见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仅供一般健康资讯参考，无法替代个人医疗建议。如有眼部不适，请咨询专业眼科医师。